在剪纪录片的时候，因为剧情片是说一个剧情而已，所以它长短可以自己控制。可是纪录片的话，要阐述个文化或者是一整个活动的话，就很难去抓准你的影片长度，不会就是越剪越长，越剪越长，越剪越长，因为就是我们发现这种问题。好，其实这些教材我都要联想到，全部都是情绪会先去想。因为你会先去对你的要拍摄的东西会做研究，你会去了解它，所以你可能会比较知道它的流程大约是怎样。那你要先去想头跟尾。那有些尾巴比较意外的，比如说像开导演这个，如果他是意外的过失上，就会可能会有点变化。那可能，但是一开始拍摄的时候，你要先想一下，你要去了解你要拍摄的主题，然后你要去想开头跟结尾。对，你不能够拍完，然后才去想说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结尾，它会比较困难，而且你也会剪比较久，可能剪半年，就是会很难剪，而且尤其是像多机拍摄啊，我刚才说难度就比较高，所以前置你也要打，蛮重要的。